等来看国内，今仔日是国民党的主席选举，下暗7点进前都会当知影结果。不过昨暝却传出一份，讲是国民党内部的民调，引起讨论。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，国民党无做民调，这份资料是假。前国旗3来投票，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陈立文笑笑讲，国旗3会当替伊带来好运。另外一位候选人罗志强讲，党政是伊的幸运物，早党政投票代表好结条。同款是候选人的郝良斌是讲，伊家己本人就是幸运大物。我自己就是幸运大物啊，我就是狮王啊，当然是从从容容，准备迎接胜利啊。国旗装一定是可以带给我最大最强的运气，大家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出来投票。最幸运的小物哈，带着党证来投票，投票率越高的话，也代表这个党的凝结度越高。未来的当选的党主席，不管是哪一位，牢牢的记住两岸关系国民党的责任。国民党主席选举18投票，各候选人拢希望党员赶紧出来投票。不过，伫选前之夜，则漏出一份讲是那遐内部的民调，恐惊互选前有变数。在这项国民党中央法定称，讲无所谓的党中央内参民调，就要高位的党主席朱立伦18也讲，有人咧传的内参民调唔是事实。国民党从我们所有的候选人登记之后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份所谓的内参民调或者是相关的民调，这些流传的都不是事实。这边国民党主席选举，包括杜碧华加蔡志宏，总共6个人参选，有投票权的党员大约是33万人。投票到下昼4点结束，应该暗时7点就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